Hum, Om Mani Pa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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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各位朋友，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这个非常荣幸跟各位朋友们一起，大家在这个大会见面，也是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各方面的缘起非常的好的。那这次呢，各位朋友，这个千辛万苦，这个来到尼泊尔的这个地方，过去生生世世累积了很大的资源，才能有今天有这样一些殊胜的因缘。所以在尼泊尔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佛诞生的地方，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人定佛，以及在过去的莲花山大师，以及在过去佛舍身喂老虎的地方，所以在尼泊尔有这些非常殊胜的有些圣地，所以民国大下来朝拜这些，也是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殊胜。在这个地方，以前主要仁波切他申请的时候，也是在刚开始买地以来，一直在每年都在这个举办一般的这些玛尼的法会，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空地上搭这个草的房子，草房，然后在这样的这个没有中断过这个一般的这种玛尼的法会，所以一直坚持下来，如今也是我们每年都举办这个玛尼的法会。主要仁波切，2007年的时候，在新加坡圆寂，圆寂以后，在仁波切的法体能够这个引导这个地方来，所以在这里，尊贵的法王带领下，大家都这个做了这个他的这个议题，做活动，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主要仁波切的灵塔，等一会儿我们大家也是会见的，所以这个刚开始元气也是仁波切的这样一个发心建立起来的，最后仁波切往生以后，就这个他的灵塔在火化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自己感觉到主要仁波切是特别是在这个观音法门的一个大成就者，所以在这个地方是真的是一个不愧是一个观音的圣地。所以我们这个寺庙开光以来时间不是很长的，差不多快要8、9年的时间里。那在这些时间里面呢，就是我们尊贵的切扎法王，还有这个去给你们仁波切来在这个地方传播各具密咒藏。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寺庙刚建立以来，第一任的这个方丈，是堪布是荣格语的恳请贡献金在仁波切
来这个担任天婆的职位，然后在那些出家人给他们教了很多的经书，特别是吉田松果的这个恭敬依法还有很多的教授，还有在这个尊贵的噶杰仁波切也来到这个寺庙，灌顶了这个分动无数的灌顶，讲给心经，还有在噶杰仁波切带领这个大家一起共修六字真言，还有给了这个11面观音的这个灌顶，所以这些上师们加持过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这个尊贵的老大东殿仁波切，东殿仁波切来这边给大家灌顶这个广深圆满法，广深圆满法，还有这以及这个龙天四部心理等等的这个法教也是传播的地方，所以呢，总的说起来的话，很多的高僧大德来到这里加持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前面这些讲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朝圣的时候，到哪个地方就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有点历史或者是情况，明白的时候，那大家在这个参拜的时候，他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前面给大家稍微介绍了这个寺庙的来历。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寺庙大概有130多个出家人，那其中的一部分在上斗拉齐学生闭关，那其余的都是在这里学习。所以呢，现在我们佛友们这个也是在朝拜的过程当中，应该要从学习过去的祖师大德们，他们如何修行的这个路上，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所以这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阿仁波切，中阿公教仁波切，他也是他修一些什么法能够得证这样一些成就呢？就是这个本来佛讲了84000多的法门，这个佛法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在真正自己修行的路上呢，必须应该要依靠过去的传承祖师们的他们的这个口诀，这个我们自己要去修行的。所以过去的祖师大德，巴宗仁波切也好，中阿仁波切也好，他们这些都是得修什么呢？修教主吉田松果的这个大手印武之道修出来的。所以今天我稍微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手印武之道的内容。所以呢，就是首先我念诵教主吉田松果的大手印武之道的道歌。这个大手印武之道的道歌里面，首先第一个讲的是强胆宁吉大波拉先别给遇到马见了冲上面我的进民中的圣光中的缅甸族，刚才我念的是藏语，所以这个是这几句是当时教主吉田松果所讲的，所以今天我念的目的就是因为传承祖师的加持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就给大家念了这几句。那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一般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这个佛教徒，我们佛教呢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显和密，所以显教里面呢，那就是我们大乘主要讲的就是菩提心。那我们为什么要升起菩提心呢？那就是我们得证佛的果位必须有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能够要升起菩提心的话，必须首先要修慈心悲心。所以任何一个众生
本来都有具足这种慈心悲心的，但是我们现在又有无明和这个我执的作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就是这种很有具体性的。但是我们慢慢的修出来，亮当虚空般的如沐一切众生，看着自己亲生的父母一样看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升起慈心和悲心。有慈心悲心达到高潮的时候，这就成为这个菩提心。那现在第二个句颂是，人类社会结果了，心里面的三马心了，马看到捆绑人的利益等地方的人是，他刚才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在修行的路上有这个有显和密，所以这个密的这个金刚乘的这个修行，所有的这个包括起来的话，就是两个含义，两个内容，一个是生寂次第，一个是圆满次第。生寂次第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凡夫人的这个入身，把它这个空掉了，然后我们自身观想这个本尊，有这个观想本尊的时候，才能够我们现在的凡夫的各种的念头能够可以对治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很快的速度内能够得证这个成就的。所以这个呢，第二句的意思就是观修本尊的内容。下面第三句是，那么呼吸可着了，某个给你慢慢想了，前了就去对面这个是某个的那面点是，这四句的意思就是修上师瑜伽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上师瑜伽呢？我们要真正领悟到自性本性，必须要通过上师的教诲和上师的虔诚的心，才能够得证这个自己的本来的这个智慧能够升起来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修上师思想的法教。第四句是生命的南巴扬巴，南道的真说马听的，天意的三个米这里，四面道的面点是。所以第四句讲的就是这个观修大手印的部分。所以这个所谓的大手印是什么呢？我们自信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大手印的。所以在这个呢，如同我们的心的本性，像虚空一般的，非常的这个灿烂的。但是如果遮住各种的这个雾和云的时候，那是虚空上面的这些阳光或者是这些星星都看不到的。所以这样同样一个道理是什么呢？我们本来心的境界是非常清净的一面，但是我们由于无明的关系，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的这些杂的这个雾一样的时候呢，我们本来的这个光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安住在无念的境界里面，意思是这样一个道理。那第五句是从你一心的描述了，莫论的起多马前的，关对跟这部民众的见莫完的是第五句的意思就是我们累积了这个福德资粮，智慧的资粮，福慧的资粮，这些都这个累积了很多资粮。但是这些资粮都如果没有我们很好的回向的话，它不可能得到这个圆满的这些成就和果位。所以呢，就是回向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五句的意思就是关于讲的是回向。
所以呢，就这个大手印五之道是，呃，大概的这个5个内容，我现在给大家稍微讲了。所以，在是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这个闻思修首先是听闻佛法，然后是我们自己去理解思考，最后的时候从实践当中应用，这就是修。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听到什么样的法，都是同样的如此。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用5分钟的时间也可以修的，所以下面呢，我们大家在这个稍微想一想，修一修。所以呢，下面呢，我们这个念诵一个观音的经要仪轨。所以这个经要的仪轨，我们大家都没有法本，所以你们不要念。但是我念的过程当中，你们要结合起来这个五之道的内容去这个念，观想。那首先你们要观想什么呢？那就是量当虚空端的如母一切众生，是对我们非常有这种安德的，我们对众生有这种感恩的心，所以我们要对众生有报答这些众生恩的信任。这个我必须要这个度化一切众生，我要得证佛的果位，应该有这样的信念要树立起来，这就是此心对心菩提心的内容。然后呢，我们自身观想这个观音菩萨，四臂观音。那我们今天是非常的方便，在四臂观音在这边大殿里面有四臂观音，我们自己也是同样就这个观想四臂观音。这个四臂观音它是这个没有任何这个肉身的身体，它是一个光的体型，所以这样的这个自身观想出这个四臂观音，这就是我们观修本身的代表。然后呢，我们自身观想观音的前提下，那我们自己的顶面上观想出这个本来是我们本体上是我们自己的根本上师，那显现是这个阿弥陀佛。所以这个观想是我们民国这个观上师瑜伽的上师四身的这样一个内容，也是存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这个自己观想观音的时候，那在观音的心间有一个白色的月轮，这个月轮上面呢观想出这个世字。如果我们大家这个世字不认的话，那就是有一个这个世字的声音一样的，就是这个白色的光。这个光的周边呢有旋绕着这个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所以这个六字真言这样旋转的过程当中，它放出很多的光，这个光变成各种的公平供养诸佛菩萨，然后诸佛菩萨的加持融入到我们心间，再次我们光发到六道一切众生的地方，那这些光照到六道众生的地方呢，消除一切众生的各种的障碍，这些众生都能够得证这个观音的果位，这些众生也是都这个变成这个观音的身。那我们所听到的一切的声音是六字真言的声音，那我们所产生的各种的念头，也是一切是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就这样的观想当中，我们稍微念几句六字真言，就这样子。然后最后的时候，那我们外起一切融入到这个逆行的众生，这些众生都融入到我们自身，我们自身的这个顶面的上师也是融入到我们自身，最后我们的也是观音融入到我们的心间的世子，世子也是最后维系的光，最后不见了。这样不见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任何杂念的情况下，安住稍微心静下来，这就是我们第4个修大手印的内容。那最后的时候，我们在做回向，回向的时候，我们
过去生做的善业，今生我们所做的善业，所有的一切未来所做的善业，一切都是回向一切众生得证佛的护卫而回向。所以这样的时候，那就是大乘无之道里面的最后的这个回向的内容，也是有包括在这个里面。下面我来念诵，那大家呢就是前面我所讲的这个5个内容的，大家要观想观想，然后我们一起念一串嗡嘛呢叭咪吽，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没有浪费。那以前主要目前也是一而再三的给我们强调，那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大家都是非常繁忙的时代，所以他们的时间是非常的珍贵，所以呢，不要浪费他们的时间，让他们要念嗡嘛呢叭咪吽，目前经常教导过我们，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念一串嗡嘛呢叭咪吽的话，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心满意足的。现在我讲的这个要求去做。三界觉道作觉觉那拉，禅就般若波尼迦所解，大觉真所具为所能解，若那天觉三界。三界觉当所觉刹那拉，强就般若波尼迦所解，大觉真所具为所能解，若那天觉三界罗巴修，三界觉当所觉刹那拉，禅就般若波尼迦所解，大觉真所具为所能解，若那天觉三界罗巴修，这真妹妹懂得那念的，让你的内用着旁边让得世界常现不离修，唐末常年多个的末家，也有我们现在的个人，曾被用作他也面我感到的是这一种的过了这前的些眼光，难觉见着心间好个过。扎扎根家也着然心吧，真多当觉不心门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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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waliye Ludoda Jere Sewan Rojone Roje Jamaleva Eye Sala Gunjo. Emma ho madara sanye nawantaye daye socho tuje chemboda yando samba tujen tamala sanye chanse bane koje Dewa Nabado Nebayi Dewa Jije Chave Shingamder Dashen Jine Sebe Jomata Jewa Shinje Pama Chavar Tero Jine Mande Shedon Sho Diga Dage Monon Dabayi Choju Sanje Chansen Tamje Ye Kemen Robai Chinje Ladoso Daya Da Benzen Raya Awan Boda Naye Soha Chanjo Senjo Remoche Ma ye ba ma ye jo ye ba nya ba ye ba ya kong ne kong du e wa shu Kong ba nanda ka da tun ba yi man ro lam do ke wa chi sa ju gong bo nri gong ren jin ji ten ba ta yu ren ye ju ji 好，谢谢朋友们。